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国的配偶网红爷爷，因为牵涉到武统的言论，和移民署废止依亲居留的许可，限伊阴暗11:59进前要离开台湾。爷爷再去到内政部陈情，要求撤销处分。伊讲伊无鼓吹武统，嘛讲伊无订飞行机票。伊的翁婿嘛第一届现身，希望内政部暂停处分，唔通互伊家庭破裂。而这个过程当中，网红巴强带人到场呛声，互警方来压制，现场是真混乱。若针对着爷爷的事件，行政院长窦英台讲无妥协的空间。我即将被驱离台湾，但是我愿意站出来邀请大家跟我公开辩论。我主张的是和平统一，一直在自己的影片中，并没有找到我鼓吹武统的影片。中国配偶阿伫习近平台发表武统的言论，和移民署废止移亲居留的许可，限期离境。今日就是上尾期限，伊甲因翁透早到内政部开记者会发愿望。中心要求内政部暂停对我太太雅雅的驱离处分，你一定要留给我们家庭，不能直接的这样子破裂。先生要求撤销处分，不过针对移民署查出影片中宣扬武统的言论，无承认。绝对没有说到四川舰攻打台湾，包括你们可以去看我的影片，可以看到这一句话吗？你们能找到吗？高压回中国，大家说高压回中国。同一个时间，网红北京嘛伫内政部外口开记者会，未少民众来问双方爆发冲突，场面真混乱。我觉得雅雅这位女士呢，并不是一个普通妈妈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从法律战、舆论战跟心理战，她这个呢可以说是三战齐发。行政院长窦英台嘛表示讲，无妥协的空间，咱方的态度真强硬。声称停止执行限期离境的处分被驳回，搁提出控告。虽然最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的时间也未确定，不过无影响移民署执行限期离境，必须要登去中国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